今日同大家講點樣用意大利嘅 mascarpone 芝士整超簡易嘅 cheesecake 同埋海鹽芝士奶蓋。雖然好食啦，但係唔好話俾我老豆聽，可能會激嬲意大利人㗎。Hi， 我係意大利仔 Ricky 啊。mascarpone 芝士口感順滑同埋有鮮甜嘅奶香，本身攞嚟搽芝士已經好好食㗎啦。首先呢，有個超簡單 cheesecake 啦 ，fresh 上邊有個食譜用 lotus 餅加牛頭芝士，但係轉用咗 mascarpone 芝士之後呢，更加好食啊！搽多啲 cheese 落去，就落似流心 cheesecake。第二個食譜係海鹽芝士奶蓋，只需要加少少鹽同埋牛奶落個 cheese 度。呢個時候鍾意可以加糖啊！再用呢種10幾蚊就買到嘅小型攪拌棒攪勻佢啦。佢嘅味道同出邊 cafe 賣緊40蚊杯嘅奶蓋茶係一樣味㗎，仲會有 mascarpone 嘅特色奶香味。加落咖啡度仲要超好味啊！呢杯咖啡奶蓋出邊買都買唔到。最後用意大利手指餅點入呢杯奶蓋咖啡，食落仲好似 tiramisu 添。呢隻 mascarpone cheese 而家上 Ricky.hk 就買到啦。鍾意整西餐嘅話，可以試埋我南意大利鄉下嘅特級初榨橄欖油，有濃厚嘅橄欖香，又非常順滑。佢仲要係多次獲得國際獎項添㗎，例如2024年世界大賽最佳意大利橄欖油獎。好味又健康又有保證嘅橄欖油，有興趣歡迎上我嘅網店 Ricky.hk 睇下啦。